咱那伫咧屏东山地门大社村的这山路呢，即马已经断去，目前是无法度通行的。县政府昨下晡就来考劝民众要赶紧撤离，也毋过呢有部分人是毋愿离开，所以今仔日早起变作是强制性撤离。 山路行到一半是直接断去的，完全无法度通过，看起来足危险。这是屏东山地某的大社部落，因为杨柳风台路径较往南，为着居民安全，12下晡屏东县政府有劝导因撤离，毋过有当地居民无愿意离开。13透早，县府只好强制撤离，拢总10号16人，安排居民赶紧落山。先落来小朋友，村长先准备胖做早顿。 面包啦，还有蔬菜啦，尤其是那个就是泡面之类的，一定要想办法这个车，因为这边目前我们的部落有的地方都已经瘫掉了，山上的这种土石整个都被带下来。早起，屏东县长周春美嘛到高树乡185县道视察。顶摆728大水雨，因为排水沟骨力大塌的，造成往来园拢浸着水，农损足严重。公务处表示，大水雨了后就开始清并，一直加速处理，希望避免同款的状况搁发生。这大水做几年？ 哦，这都几年啦，每年都会。这伊是每年的，你搁上游遐哦，你搁去你甲看，迄种足严重的。当年的我爱清，哎呀，哎花啦，啊人个田拢淹甲拢石头啊。那之前就是因为上游冲下来的这个沙石，那阻塞了我们的这个灌溉水沟哈。下午这个大雨来袭之前哈，赶快把一些上一次还没有修复的地方赶快修复。县长表示，南部的风雨下晡才会开始变大，呼吁民众为着安全尽量莫出门。根据气象署资料，屏东山区24点钟雨水量会到450毫米。公路局嘛伫早起9点，针对第24线德文路口甲新山实施预警性封闭，会搁看风雨影响程度甲道路状况，决定何时开放通行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